香。少城主，子睿，帮我把门打开，快点！好，救我！少城主，这门锁上了，我打不开呀，我去找人帮忙。等等！我跟你说，此事不宜深长，你谁都信不过，你去找白吉。好，少城主，你挺住啊，你等我呀。我倒是挺得住，我就怕韩硕他挺不住。松子，你可算来了！韩少英在里头，少城主也在里头了。这怎么会是少城主？我明明要锁的是韩少君与二郡主，你乱锁什么？不是你跟我说少城主约他在这见面吗？我那是杨琛，你怎么给当真了？哎呦，完了，韩少君跟少城主都锁里头了。钥匙呢？哦，钥匙不见了，我去赶紧找啊！刚才我就藏着去的。韩硕，你要再这样，我就不高兴了。这个曹凡，我把他砸死。刚才是谁打晕的我？难道陈芊芊怀疑我了？衣服披上，杂货间了。白姬等会儿发现我不见了，自然会寻过来的。韩硕，我跟你讲啊，一般这种时候就是难住人品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经得住考验啊！三公主，您在里面吗？苏子英，小人到处找您找不着，原来您被锁在里面了。你快救我出去！小人这就想办法救您出去。我终于韩硕出去。这个药别人都这么写，我也就这么写了。可我原本写的是苏子英用这个药来撮合韩硕跟楚楚的，没想到居然应验到我自己身上了。韩硕，你现在这个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就是看难住人品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经得住考验啊！韩硕。韩硕，韩硕，此话让憋久了是会死人的。你我是明媒正娶的夫妻，却迟迟没有圆房。也是，我们没有游街，没有祭天，也没有拜堂。我若有命回花园，一定还你。算我倒霉，
谁让那天是我抢的亲？我不想你死。我韩硕对天起誓，此生定不负你，否则万箭穿心。少君，我来救你了！啊，我去！幸亏我来得及时啊！少君，刚才子睿匆匆忙忙找到我说少城主有难，苏子英也过来拉我。幸亏我关键时刻寻得一盆凉水，凭着蛮力闯了进去，不然的话，不然怎样？呀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少君，给属下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。自从来到花园城，你知道这话你说了多少遍吗？白姬，啊？你想回玄虎城吗？不想啊。哎，他差一点就生米煮成熟饭了。可是我为什么觉得有点可惜呢？甚至还想打死白姬。在他过肩的时候，我为什么也没想推开他？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可能会喜欢韩硕呢。小千，你要冷静。虽然你20多年来都没有谈过恋爱，可韩硕他就是个纸片人，你也不能这么饥不择食。他有他的故事任务，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对，他也就还好啊，就只不过是有一点帅。哎。